一到超市減價嘅時候，見到啲標注超平折扣嘅急凍肥牛、急凍豬扒，仲有五顏六色嘅打邊爐丸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掃貨，反正擺喺屋企雪櫃冰格，擺半年一年都唔會壞，係咪？如果你都係咁諗，今日呢條片可能會徹底推翻你嘅諗法。點解有啲急凍肉擺咗一年，啲色仲可以咁紅？點解啲丸入面冇肉但係有肉味？你以為自己買到嘅係方便同抵食，但實際上你可能用緊錢買一堆化學合成粉末，甚至係反覆溶雪，滋生咗無數細菌嘅僵屍肉。今日我哋就嚟做一次深度嘅急凍食品區大起底，手把手教你拆穿超市急凍食品背後嘅健康陷阱。無論係打邊爐、煮麵定係整宵夜，各種牛丸、貢丸、墨魚丸絕對係香港家庭雪櫃嘅常客。一啖咬落去，彈牙爽口，爆晒肉汁，肉味濃郁，搞到人忍唔住一粒接一粒咁食。但你有冇停低諗過一個問題？喺新鮮牛肉閒閒地過100蚊一斤嘅今日，一包幾十粒裝嘅特級牛丸竟然只係賣20零30蚊，背後嘅商業邏輯唔通係廠家做善事？答案當然唔係。當你反轉呢啲平價丸嘅包裝背面，望下嗰張密密麻麻嘅成分表，你就會發現呢啲根本唔係廚房整出嚟嘅嘢，而係一場精彩嘅化學魔術。點解有啲丸可以彈牙到跌落地下彈起半米高？呢個絕對唔係因為師傅揸住鐵棍打咗幾個鐘頭牛肉，而係因為加咗複合磷酸鹽。磷酸鹽係一種強效嘅補水劑，可以改變蛋白質結構，令原本鬆散嘅肉碎或者大豆蛋白死鎖住大量水分。呢樣嘢唔單止令粒丸食落有一種極度唔自然嘅爽脆感，仲可以大幅增加粒丸嘅重量。畢竟水比肉輕得多。不過長期食太多磷酸鹽，會影響人體對鈣、鐵、鋅嘅吸收，增加骨質疏鬆同腎臟負擔嘅風險。仲有一點，當肉嘅含量極低嗰陣，粒丸根本冇辦法成型，一煮就散。呢個時候就需要食用膠去撐起個骨架。佢哋將水、澱粉同極少量嘅肉碎黐埋一齊，製造出肉質結實嘅假象。點解明明冇牛肉，但係有咁濃嘅牛味？因為入面加咗牛肉香精同水解植物蛋白。水解植物蛋白可以提供強烈嘅鮮味，而特定化學合成嘅香精就可以精準模擬出牛肉、豬肉甚至海鮮嘅香味。你個大腦被呢陣強烈嘅化學香味呃咗，以為自己真係食緊頂級肉類。既然廠商喺口味同口感上面可以以假亂真，我哋應該點樣防範？其實好簡單，法律規定廠商唔可以喺一個地方講大話，嗰度就係成分表。根據食品安全法規，成分表上面嘅配料必須按照加入量由多到少順序排列。換句話講，排第一位嘅就係呢包嘢入面含量最多嘅成分。如果你拎起一包牛丸或者豬肉丸，見到成分表第一位寫明係水、澱粉或者大豆分離蛋白，而真正嘅肉排到第3、第4甚至更後嘅位置，請你即刻擺反低。呢啲唔係肉丸，呢啲係加咗肉味香精嘅澱粉粉末球。你用買肉嘅錢買咗一堆廉價碳水化合物。睇完成分表，視線移去旁邊嘅營養標籤。一粒真正嘅靚丸既然叫肉丸，蛋白質含量絕對唔可以低。優質嘅純肉丸，蛋白質含量通常應該高於8%至10%。如果你見到某款丸嘅蛋白質含量只有4%、5%甚至更低，碳水化合物就高得嚇人，咁就充分證明入面嘅肉只係用嚟做裝飾，絕大部分都係澱粉同水呢啲填充物。講完丸，我哋嚟傾下另一個重災區——急凍肉類。好多觀眾都有個根深蒂固嘅迷思，覺得急凍就係安全，只要一直喺零下18度嘅環境入面，細菌就會被凍死，食物就唔會變壞。呢個理論喺實驗室或者成立，但喺現實嘅超市供應鏈入面就係一個極大嘅謊言。由屠宰場去到加工廠，由冷凍車去到超市倉庫，再到嗰個成日俾人打開，夜晚甚至會定時溶雪嘅超市急凍櫃，溫度嘅波動無時無刻喺度發生。當你喺超市揀急凍雞翼、急凍排骨或者肥牛嗰陣，千祈唔好淨係睇肉嘅表面，
一定要仔細睇清楚包裝袋入面嘅狀況。如果你發現包裝袋入面，尤其係舊肉嘅表面黐住大量白霜，或者個袋啲角落頭有好多碎冰，請注意，呢個絕對唔係因為超市啲冷氣夠強，而係因為包肉經歷過劇烈嘅溫度波動。當環境溫度升高，例如運送過程冷氣唔夠，或者超市急凍櫃門俾人打開太耐，肉入面嘅水分就會升華做水蒸氣，跑出嚟個袋度。當溫度再次下降嗰陣，呢啲水蒸氣就會凝結成冰霜。呢種經歷過反覆溶雪再急凍嘅肉，入面嘅細胞結構已經被冰晶徹底刺破晒，唔單止水分大量流失，搞到煮熟之後口感極度乾柴。更得人驚嘅係，每一次溫度升高嘅過程，肉類表面嘅細菌就會瘋狂繁殖。食呢種肉唔單止毫無營養同口感可言，仲好大機會引發嚴重腸胃炎。更嚴重嘅係，包裝袋底部出現一笪紅色或者粉紅色嘅冰塊，呢樣代表舊肉曾經喺某個環節完全溶過雪，肉入面嘅血水同組織亦徹底漏晒出嚟，積聚喺個袋底，然後又俾人掟返入冷櫃雪成冰。呢種肉我哋行內叫做僵屍肉，佢嘅靈魂已經流乾晒，剩低嘅只係一具冇味道、布滿細菌嘅空殼。有啲朋友會問，但我見到超市入面有啲雪咗好耐嘅肉，啲色依然好鮮紅好靚喎，唔通呢個唔係新鮮嘅證明？喺度，我哋要揭開一個關於顏色嘅巨大騙局。正常嘅豬肉或者牛肉經歷長時間低溫急凍之後，因為肉類入面嘅肌紅蛋白被氧化，顏色會無可避免變得暗淡，呈現出淡淡嘅粉紅、暗紅色，甚至帶少少灰褐色。呢個係非常正常嘅物理變化，雖然唔好睇，但起碼係真實。如果你見到一塊雪咗1-2年，包裝上面布滿冰霜嘅肉，佢嘅顏色竟然比街市啱啱劏嘅新鮮豬肉仲要鮮紅奪目，紅到極唔自然，咁你就要極度小心。廠商為咗呃消費者對眼，通常會用2種手段，一種係一氧化碳氣調包裝，呢個係一種高科技化妝術。廠商喺包裝肉類嗰陣，沖入微量一氧化碳氣體，一氧化碳會同肉類入面嘅肌紅蛋白結合成碳氧肌紅蛋白，呢種物質會呈現出極之鮮艷嘅車厘子紅色，而且極之穩定。就算舊肉已經喺雪櫃擺咗1年，甚至入面開始腐壞，佢嘅外表依然可以保持好似初生嬰兒咁紅潤。你以為買到新鮮，其實係買到防腐嘅假象。另一種係非法添加護色劑，有啲無良商家會喺急凍之前，用含有亞硝酸鹽等化學護色劑嘅溶液浸泡肉類，呢樣唔單止掩飾咗肉質唔新鮮，食過量亞硝酸鹽更有明確嘅致癌風險。喺超市買急凍食品仲有一個巨大陷阱，就係日期。好多人買嘢淨係睇標籤上面嘅日期，但你知唔知，對於好多散裝急凍食品嚟講，標籤上面打出嚟嘅往往係包裝日期或者分裝日期，而唔係呢粒肉真實嘅生產日期。一批喺海外屠宰、雪咗2年嘅大件急凍肉運到本地之後，超市將佢溶雪、切片，重新包裝，然後打上今日嘅日期當做包裝日期。你以為佢係今日啱啱生產，其實佢已經係一笪環遊世界、過期邊緣嘅亞椰級急凍肉。所以買急凍食品嗰陣，盡量揀原廠密封包裝嘅產品，而且一定要金睛火眼睇實個生產日期，而唔好被所謂嘅包裝日期或者上架日期呃到。除咗肉類同丸，超市急凍櫃入面佔據半壁江山嘅就係各種急凍點心、流沙包、奶黃包、蔥油餅、手抓餅、急凍餃子等等。對忙碌嘅家庭嚟講，朝早攞幾個包出嚟蒸一蒸，或者將塊蔥油餅擺落平底鑊煎2分鐘，簡直係完美嘅快靚正早餐。但呢啲看似美味方便嘅點心背後，隱藏住3座健康大山：高鹽、高糖、高脂肪。點解急凍點心總係好食過我哋自己喺屋企整？呢樣同樣係食品工業嘅精算結果。點解超市買嘅蔥油餅、手抓餅唔使落油落鑊，一煎就可以層層起酥，香脆無比？因為喺製作過程入面，廠家加入咗大量起酥油、人造牛油或者氫化植物油。傳統整酥皮用嘅係豬油或者牛油，成本高而且唔易保存，
而工業化嘅氫化植物油唔單止成本極低，仲可以令麵團喺急凍狀態下保持極佳穩定性，煎出嚟之後口感極致酥脆。不過呢啲氫化植物油係反式脂肪酸嘅重災區。反式脂肪被醫學界稱為血管殺手，佢會升高體內嘅壞膽固醇，降低好膽固醇，長期食會極大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、冠心病同中風嘅風險。當你為咗方便，每日煎塊手抓餅俾小朋友食嗰陣，你可能正喺度為佢哋嘅血管埋下計時炸彈。流沙包之所以可以流沙，除咗大量嘅糖，仲需要極高比例嘅脂肪去保持佢液態嘅質感。你食一隻細細隻嘅流沙包，佢嘅熱量同脂肪含量可能頂得上一大碗白飯。而急凍餃子、雲吞，為咗喺經歷漫長嘅冷凍同水煮之後依然保持鮮味，廠家會喺餡料入面加入遠超正常家庭烹飪比例嘅鹽分、味精同各類增鮮劑，因為低溫會令味覺變得遲鈍。為咗令急凍食品食落有味道，就必須落重手。長期以呢啲急凍點心做正餐，鈉攝取量極易超標，引發高血壓等慢性疾病。面對急凍櫃入面重重陷阱，唔通我哋就徹底唔食急凍食品？當然唔係。冷凍技術本身係一項偉大發明，關鍵在於我哋點樣揀，以及廠商有冇良心。總結多位資深老廚師同食品安全專家嘅經驗，我為大家整理咗一套超市急凍區實戰備服法則。超市嘅敞開式急凍櫃係溫度極唔穩定嘅地方，冷空氣係向下沉，所以急凍櫃越近表面嘅地方溫度越高，越容易受超市室溫同顧客體溫影響。好多員工上課嗰陣只係將新貨堆喺最上面，所以最頂層嘅急凍食品往往經歷最多溫度波動，品質最差。老練嘅師奶買手都知，買急凍食品要好似尋寶咁，將隻手伸到急凍櫃最底層或者最入面，嗰度溫度最穩定，通常可以拎到保存狀態最完好嘅產品。不過要留意睇清楚保質期，唔理牌子有幾大，折扣有幾吸引，只要呢包急凍食品出現以下特徵，堅決唔買。例如原本應該係一條條分明嘅薯條結成咗一大冰塊，原本圓潤嘅湯圓被壓扁晒，呢樣說明佢哋曾經嚴重溶雪變軟，然後又俾人重新雪硬。真空包裝如果出現鬆動或者入面有空氣，說明已經失去保護作用，脂肪容易氧化發黃，細菌亦會趁虛而入。如果表面有厚冰層或者血水冰，呢種前面已經詳細解釋過，係溫度管理失控嘅鐵證，千祈唔好買。與其使錢去買嗰啲成分表長到好似化學期末考試卷嘅加工急凍食品，我更強烈鼓勵大家嘗試原態冷凍。咩叫原態冷凍？就係我哋自己買新鮮、未經任何化學處理嘅天然食材，利用屋企個雪櫃進行急凍保存。例如周末去街市買一紮優質嘅新鮮豬肉或者牛肉，返到屋企之後將啲肉切成每次煮餸啱啱好夠用嘅份量，例如一餐炒餸用嘅肉絲，或者一餐煲湯用嘅排骨，用品質好嘅保鮮袋或者真空密封袋裝好，盡量積走入面嘅空氣，防止肉類水分流失同氧化。將分裝好嘅肉平鋪，擺喺雪櫃冰格溫度最低嘅地方，等佢以最快速度結冰。要食嗰陣，提早一日攞小包出嚟，擺喺雪櫃下層冷藏格慢慢溶雪。咁做唔單止完全避開防腐劑、護色劑同反式脂肪嘅攝取，更保證咗肉質嘅鮮甜。呢個先係真正對屋企人健康負責嘅做法。講咗咁多，好多朋友可能會問，但我真係冇時間自己整，唔通市面上就冇乾淨嘅急凍食品？當然有，雖然市場環境複雜，但係依然有一啲堅持良心出品嘅品牌。喺度我大方同大家分享兩個我個人研究過成分表之後覺得相對乾淨、值得信賴嘅選擇。講到買丸，我極度推薦大家去支持香港本地嘅老字號，例如大埔振興。如果你去睇佢哋優質系列嘅牛丸，成分表第一位真係實打實嘅牛肉，而且蛋白質含量非常高，唔會有一大堆睇唔明嘅化學名詞。雖然價錢比超市嗰啲幾十蚊一大包嘅化學丸貴少少，但你買到嘅係真材實料嘅肉，食落肚嘅係安心。
或者係揀上樓嘅本地街市優質凍肉鋪。與其喺大超市買嗰啲唔知來源、反覆溶雪嘅工業級凍肉，我更建議大家去街市揾一啲專做高品質進口肉類或者本地黑毛豬、農場直送嘅小型凍肉鋪。呢啲鋪頭通常自己配備咗專業嘅急速冷凍設備，新鮮肉類屠宰之後喺極短時間內將中心溫度降到-18度，最大程度鎖住肉質，並且唔會添加任何一氧化碳護飾。買呢啲肉雖然冇華麗嘅包裝，但品質絕對秒殺超市嘅平價貨。健康從來都唔係免費嘅，疾病嘅代價往往更加昂貴。超市嘅急凍櫃就好似一個隱蔽嘅戰場，廠家用盡化學同物理手段試圖令我哋為劣質食材埋單。但只要我哋學識睇成分表，識得觀察包裝細節，唔好俾所謂嘅超低特價蒙蔽雙眼，我哋就可以為自己同屋企人築起一道堅實嘅食品安全防線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請務必分享俾你身邊負責買餸嘅屋企人同朋友，我哋一齊拒絕僵屍肉同化學丸。